Hello， 大家好，我係小雪啊。Hello， 我係 Suki 咁我哋今日咧就嚟到灣仔啦。我哋係有咩做㗎 ，Suki？係，我哋今日咧又唔係真係靈探嘅，不過咧我哋就會行一啲咧有靈異故事嘅景點咯。咁啊，即係之前我哋可能就比較都係做 live 為主啦咁樣。咁但係咧小雪咧就建議我哋今次咧就真係實地嚟考察啦。係啦，咁我哋今日咧嚟嘅第一站就係修頓球場啦。咁樣 Suki 啊，修頓球場呢一度又曾經發生過啲咩事咧？都發生過好多事嘅，咁啊等我同大家講下啦。Hello， 我哋而家嚟到修頓遊樂場啊！新球場咧喺1934年已經啟用㗎啦。咁而家呢一度其實係一個新田地嚟嘅，即係一個填海嘅地方嚟嘅，就係想咧俾啲小朋友有一個嬉戲嘅地方嚟。但係其實以前咧呢個地方咧係好多待業嘅人士咧都會喺度等開工嘅一個地方嚟。咁到傍晚咧呢度就會變成一個大笪地咯。嗱，我唔知道後生嘅人知唔知道啦，即係大笪地就係類似係嗰啲即係市集咁嘅地方啦，好多人賣嘢食啊，好多表演咁樣嘅。但係後來咧到日佔時期啦，日軍咧攻打香港島啦，灣仔咧成為咗一個戰略嘅重地啊。咁呢灣仔有啲地方咧係俾日軍咧徹底改造嘅，由呢個大發口啦、軍器廠家去到和昌大廈一帶咧，都曾經被稱為呢個小東京嘅。所有嘅鋪頭咧都有一啲日式嘅食肆啊、商店咁樣咯。咁而呢一個莊士敦道咧都個改稱為呢個八幡通啊，即係好似咧變咗個日本地方咁樣。咁而咧當時咧日軍咧會強行將駱克道嗰啲居民遷走啦，令到呢度咧變成一個軍妓院區嚟嘅，俾啲日軍享樂啦。所以咧嗰時咧駱克道咧係有呢一個日本人聚落街之稱嘅。當時被改名為呢個八幡通廣場啊。有傳當年嘅修頓球場係日軍嘅打靶場、停屍間同埋咧呢一個嘅亂葬崗嘅。以美國為首嘅盟軍咧喺1942年咧就對香港展開反攻啊。咁啊去到咧呢個1945年嘅1月21號啦，盟軍咧本身計劃咧係轟炸喺金鐘嘅海軍船澳嘅，但係因為咧飛機錯誤瞄準啦，就誤炸咗而家修頓球場，導致咗咧好多人嘅死亡。喺嗰時咧成條街咧都係滿布瓦礫同埋屍體啦，嗰啲死亡嘅景象咧係即係而家諗起咧都會令人心寒嘅。咁啊另外咧戰時糧食極度短缺嘅，據講咧居民咧就開始以屍體充飢啦。咁所以咧種種嘢加埋咧都會成為流傳呢個修頓球場咧鬧鬼嘅根源啦。啲街坊都會叫啲小朋友咧夜晚就唔好嚟修頓球場玩嘅，因為咧冇人知道究竟同你玩嘅人定係鬼。Suki， 我之前咧喺網上面咧就揾到一張圖片啦，咁佢就係咧以前未裝修之前嘅修頓球場啦，咁樣咧喺呢張圖嗰度咧，咁嗰邊咧係有個和昌大廈啦，咁然之後前面啊仲有好多唐樓咁樣啦，咁但係去到今時今日啦，和昌大廈都仲喺度啦，但其實佢之前嗰啲唐樓啊已經全部咧變晒豪宅啦。Suki， 你知唔知咧呢棟咧交匯軒好邪噶？嚇，點解啊？呢棟嘢好似好新淨咁樣喎。其實咧呢棟喺2014年嘅10月嘅萬聖節前夕啦，有一個英國籍嘅 I-Banker 就喺呢一棟灣仔交匯軒嘅住所入邊啦，用皮帶啦同埋性玩具等對23歲嘅印尼籍性工作者咧就進行咗3日嘅施虐之後啦，就割佢喉嚨啦，將佢殺害，而且仲將佢嘅屍體放喺行李箱。而幾日之後啦，佢再次就誘拐30歲嘅印尼籍性工作者去屋企，但係就因為對方反抗啦，而用刀咧割喉將佢殺害嘅。而殺佢之前啦，嗰個 I-Banker 仲喺佢耳邊就講咗一句 I love you baby 咁樣。而喺11月1號嘅凌晨啦，佢自己主動報警，而警方到場就發現咗2具女屍。喺2016年啦，呢一個兇徒啦，佢就被判謀殺罪名成立，終身監禁。而呢個 I-Banker 佢就係喺後邊嘅駱克道嘅酒吧街啦，就係揾到呢2位印尼籍嘅性工作者，將佢哋帶翻屋企落手㗎。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呢，咁就可以睇翻我懸而未決啦 Season 2嘅31集嘅。另外啦，呢棟交匯軒亦都曾經發生過2宗墮樓嘅命案，其中一單就係發生喺2012年嘅1月。一位患有愛滋病嘅醫院醫生就喺凌晨由佢住嘅39樓寓所嘅露台墮樓身亡，而當時嘅屍體仲分開咗2截。根據一啲報道所講啦，呢位醫生可能係因為壓力啦或者健康問題而自殺。而喺2015年嘅3月傍晚，亦都有一個35歲姓葉嘅男人因為工作問題啦，由15樓嘅寓所跳樓身亡。所以其實呢棟嘢都幾猛㗎。係咯，好多人命嘅傷亡。正話都
就加會軒咧就行咗過去船街。以前咧呢度係海岸線嚟嘅，咁其實再早啲以前咧呢度叫洋船街啦，因為咧好多西洋嘅船咧就會泊咗喺呢度。去到咧1910年代嗰陣咧先改名咧做船街。船咧日軍咧就喺呢度咧就捉咗好多婦女做慰安婦啊，要佢哋逼良為娼啊。咁如果佢哋反抗嘅話咧，就會俾人凌虐致死。所以咧喺呢一帶咧亦都有好多咧關於呢個慰安婦鬧鬼嘅傳說嚟嘅。條船街咧最猛鬼喺邊度咧？最猛鬼咧就係55號嘅南固台啦。船街公園喺灣仔合和中心2期平台花園嘅公園，連接背後嘅古蹟南固台、堅尼地道同埋皇后大道東。除咗綠化公園之外，當時嘅設計仲加入咗啦船街嘅歷史啦，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呢度嘅公園有一個航海嘅元素啦，小朋友咧可以體驗下咧做海賊王嘅滋味啊！船街咧係華人嘅聚居地啦。當時咧香港嘅商咧杜仲文咧用2200蚊咧就買咗呢個江仔船街咧5萬幾平方尺嘅地皮啦。1918年咧就建成咗南固台嘅。跟住去到後來咧，杜仲文咧就用3萬蚊咧就買到細佬啦。不過好景不常啊，去到1943年咧，日軍佔領呢一個嘅香港期間咧，杜澤文咧就死咗喺大宅嗰度。死亡證上面咧就係寫住死因不明啊，相當之詭異嘅。杜澤文咧死咗之後咧，咁南固台就落咗入去日軍嘅手上啦，變咗一個貴賓廳咧，就係專用嚟咧俾慰安婦咧去做一個服務嘅。1945年嗰陣咧，日軍投降啦，咁於是咧南固台咧就再次丟空。去到1988年咧，杜家咧就以呢個1600萬咧就將呢個南固台咧賣咗俾合和集團嘅。講到咧南固台咧，即係最出名嘅新聞咧，就一定要數翻喺咧2003年啦，咁樣有8個咧青年男女就嚟呢度探險啦。咁啊點知咧有一個女仔咧就變咗藍車啦，同埋亂叫亂走啦，要4個警察咧先可以將佢制。咁我哋而家咧就要上呢一條樓梯嗰度，就睇下究竟南固台而家係點樣。我揾到啦，就係呢一個位咧，應該係寫住洋船街噶。我再影近少少俾大家睇一睇，好似隱約都見到個洋字，呢個應該係船字啦。呢度就係個街字。但好可惜啦，呢個牌啦已經日久失修啦。如果唔係我上網睇過一啲人嘅介紹嘅話，根本上就唔會知道呢度有個牌。同埋咧，上面大家會見到咧，佢寫住南固台。我哋而家咧係已經到咗南固台嘅隔籬。唔知影唔影到咧？我試下影先。其實望落都有啲恐怖喎，希望到時唔好有啲咩所謂嘅陰陽眼室友話見到啲咩啦。我覺得我好似有嚟過呢度咁樣。咁恐怖？可能前世啊。呢度影得唔清楚，可能要再落啲影。你小心啊 ，Suki。呢度咧就有一個無名嘅石碑啊，就係相傳咧嗰時咧，呢個天主教墳場咧，佢搬遷本身係灣仔嘅咁樣，咁佢就搬遷啲墓碑啦。咁但係咧就搬遷剩咗一個咯，咁就相傳就係剩咗呢一個無名石碑喺中間，要睇下啲室友夠唔夠眼力。好恐怖啊！嗰個去水口。係咯，呢一個位唔知有幾多年歷史啊！超恐怖！哇，入夜嘅氛圍啊，氛圍真係唔講得少啊吓。好，9:26分，我哋加緊速度繼續前行。繼續上路。好 ，Go go go go！我哋而家落返嚟星街啦，我哋就要係去嗰啲位啦，就係我哋下一個點咯。灣仔星街嘅盡頭有一條窄長嘅小巷啦，入邊咧就有一個大約1.5米高嘅朱紅色土地庵嘅。咁呢個神庵裏邊啦，就供奉住一個紅色臉嘅大伯公啦，而左邊就係供奉住觀音菩薩。入邊有6個香爐，而且擺放咗一啲檀香座啦，同埋文燭。每日咧都有善信帶住香燭祭品前嚟上香噶，而呢一個神壇嘅存在就同佢後面嘅防空洞息息相關。喺日戰時期，灣仔興建咗多條防空洞，有部分到而家都仲存在噶。而家喺灣仔區裏邊有5個防空洞，分別係星街、灣仔道、皇后大道東、禮頓山同埋成和道。雖然當中有部分隧道嘅入口已經填封咗啦，但係有一啲依然都係接通噶。防空洞雖然係居民唯一嘅避難所，但都唔係每次都可以保證安全噶。某一次嘅空襲入邊，炸彈意外咁樣彈咗入去防空洞入邊，
避難嘅居民被炸到粉身碎骨，甚至有傳當次嘅轟炸幾乎剪滅咗呢一帶嘅居民。除此之外啦，亦都有傳日軍喺呢度大量屠殺平民，甚至將佢哋嘅遺體放置喺防空洞入邊，用電油去焚燒佢哋嘅屍體，手段非常之殘忍。而戰後有街坊話經常受到一啲靈體嘅騷擾，同時佢哋相信呢個防空洞嘅入口係通往呢個幽冥世界嘅鬼門，甚至流傳每逢農曆7月，防空洞道門就會喺半夜自己打開，啲冤魂就會喺入邊走出嚟。為求心安，居民就集資喺防空洞嘅入口處興建小神廟，供奉土地公，希望鎮壓陰靈，保佑社區。但係又有另一個傳說，係1996年嘅某個晚上，有一個星街嘅居民喺半夜聽到猛烈嘅敲門聲，於是佢就起身去探個究竟啦。佢喺防盜眼嘅出邊見到啲衣衫襤褸、全身都燒到燶晒嘅人喺佢出邊好慘咁嘅樣，於是佢嚇到佢馬上走翻房啦。到第二日，佢再同鄰居講翻呢件事嘅時候，佢就發現原來大家都遇到同一樣嘅情況。當佢哋再走去防空洞前面探個究竟嘅時候，佢哋發現土地公公神秘失蹤咗。發生呢件事之後，佢哋就再次請一個新嘅土地公公過嚟，同時就揾人嚟呢度作法，就喺上面嘅廣告牌就冚咗一個好大嘅紅布。自此呢一啲靈異事件亦都消失咗啦。而無獨有偶，喺土地公園隔籬嘅星匯軒亦都曾經發生過一單駭人聽聞嘅倫常慘案。喺2008年嘅2月25日，一個中國人壽保險前董事嘅長子因為精神分裂，誤認62歲嘅媽媽係日本間諜，喺佢灣仔嘅寓所用菜刀狂斬佢媽媽170刀，而最終佢被判無限期醫院令。嗰個單位喺2010年以1000萬售出，成交價較當時正常單位嘅市價低於約40%，係由一個外籍嘅女投資者承接並長期出租。喺2022年，嗰個單位以2000萬轉手，而新買家竟然係一個日籍人士，而呢位外籍嘅女投資者更加因為呢一單案賬面賺咗超過900萬。我哋夜媽媽嚟到呢一度咧係咩地方咧？呢度咧就係叫光明街遊樂場啦。咁以前咧叫聖嬰孩里嘅，大概係170幾年之前啦。灣仔呢一度咧比較多低下階層居住，同埋咧附近咧比較多風月場所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度會比較多棄嬰啊或者孤兒嘅。咁一班天主教嘅修女咧就嚟咗呢一度咧喺進教圍嗰度咧就起咗一個嘅孤兒院啦，咁樣就會叫做聖徒之家啦。就會專收養一啲棄嬰啦，同埋一啲孤兒嘅。咁有時咧，佢哋甚至乎咧係會俾錢去買啲棄嬰，就唔俾佢哋咧落入去啲人口販子啊手裏邊咧，就唔俾啲拐子佬咧就將佢哋再賣嘅咁樣。呢啲棄嬰咧，其實嚟到嘅時候咧，有一啲身體已經好虛弱啦，咁可能佢哋都未必可以生存落去啦。咁但係如果能夠僥倖生存到落去嘅小朋友咧，咁呢啲修女咧都會去培育佢哋成才啊，即係可能教佢哋一啲宗教嘅知識啦，或者係教佢哋去做家務啊、做縫紉啊咁樣。咁到呢啲小朋友其實可能好多都係女仔嚟嘅，大個之後咧就會再幫佢哋去安排婚姻咁樣，咁啊等佢哋咧有一個圓滿嘅人生嘅。去到1889年咧，灣仔永豐街咧就開咗第一個嘅發電站啦。咁因為電咧就會為呢一個社區帶嚟光明啊，咁所以咧附近嘅街道咧就改咗名做星街、月街、日街啦。另外咧亦都係希望咧為呢個地方咧帶嚟一個嘅希望嘅。講到呢一頭附近啦，就要講翻香港嘅開埠初期啦。咁一啲初到埗嘅英國人啦，佢哋要喺香港設立政府，佢哋需要招募一啲啦識講英文又熟悉中國文化嘅公務員。所以當時嘅英政府就決定去聘請一啲喺澳門定居嘅葡萄牙人。雖然佢哋嘅母語唔係英文，咁但係至少佢哋都係一啲生活過喺華人地區嘅歐洲人啦。由於當時位於船街嘅灣仔天主教墳場啦，啱啱搬咗去跑馬地。搬去跑馬地嘅原因係因為當時有好多嘅外國人啦，因為熱病過身，而呢度附近嘅墳場已經滿咗啦，所以咧就清空咗呢度嘅墳場，就搬咗過去跑馬地㗎。而當時嘅天主教會咧就決定就喺呢一個墳場嘅舊址興建房屋，租俾嗰啲啱啱嚟到香港居住嘅葡萄牙人，亦都喺呢一度興建咗教堂方濟各小堂嘅。而我哋見到嘅天主教聖母聖衣堂嘅前身就係聖方濟小堂。葡萄牙人啦就將我哋而家位於嘅呢一條街就叫做進教圍啦。
咁而連接住皇后大道東同埋津郊圍嘅斜路就會叫做聖佛蘭士街。我哋今日嘅灣仔之旅咧就完咗啦，即係多謝小雪咧，你 plan 一個咁好嘅行程啊，好順啊呢條路，大家得閒嘅話都可以跟下我哋嘅路線咁樣行啦。我覺得今日上完去呢一個防空洞之後啦，有啲驚。哦，係啦，即係你最驚係防空洞嗰個位。係啊，反而我哋頭先我哋咪經過萬茂里嘅嗰個斜路，我哋咪見到一個俾人遺留咗嗰個無名石碑嘅。嗰個感覺好似反而冇咁驚，因為你覺得個感即係 peace 啲咯，係啦，平靜啲咯。係，但係咧，因為正話去到防空洞咧，我哋本身喺度拍攝啦，跟住就有個男人係啦，即係都唔係好大年紀嘅啫，佢就走嚟就話啊，即係佢想裝香先咁樣，所以我哋就停咗機啦。咁咧等佢裝完香之後咧，佢就同我哋講就話叫我哋唔好拍啦，即係即係呢度好慢㗎咁樣。係啊，咁係咯，所以本身我哋都諗住行去防空洞嘅門口咧。佢咁樣講完之後，我哋都卻步就唔敢行去咯。我哋講我哋個呢條片嘅出發點先。其實我哋嘅出發點咧，並唔係諗住去靈探嗰啲嘢，我只係想大家去記住，即係香港有呢啲嘅歷史。如果大家都冇人提嘅話，就會俾人遺忘咗噶啦。所以就呢個係我哋嘅出發點咯。我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咧，都會即係有啲啟發啦。又或者你有啲咩諗法，或者啲資料補充嘅話咧，或者你直情就係一個灣仔街坊咧，都希望你留言話俾我哋知咯。我哋下次有片嘅話。聽住 live 先啦，大家。聽住 live 先，好，咁就去到呢度啦。好啦，拜拜。